諸般勤勞都有益處，嘴上多言乃致窮乏。箴言14章23節。益處嘅原文具有成果、剩餘、得益嘅意思。呢一個字喺聖經中總共只係出現喺3個地方，另外2個地方分別係喺箴言21章5節同傳道書3章19節，都係喺度講殷勤勞碌做工之後就可以得到益處。喺神嘅治理之下，勤勞就會享有利益。神期待我哋殷勤做工，呢個係神嘅一般恩典，亦都係神所設計嘅世界運作方式。至於嗰啲只係識口花花嘅人，佢哋嘅生活唔單止毫無益處，反而帶嚟貧窮嘅後果。希伯來人非常務實，話唔可以當飯吃。如果你想要享受成果，就必須努力工作。神嘅設計係要你工作，唔係等住別人嚟到供應你。難怪保羅曾經話：若有人不肯做工，就不可吃飯。勞動係我哋生活嘅一部分，動物或者需要冬眠，但係神就唔係咁樣設計人類嘅。你想要得到益處嗎？咁就殷勤做工啦。你借給你弟兄的，或是錢財，或是糧食，無論什麼可生利息的物，都不可取利。申命記23章19節。神點樣可以命令我哋借貸而唔收利息呢？咁同世界嘅經濟運作方式太唔一樣啦。然而，聖經確實有好幾個地方係咁樣吩咐嘅。例如喺詩篇15章5節，大衛表揚不放債取利嘅人；喺申命記22章25節，神吩咐借錢俾貧窮鄰舍嘅時候，不可向他取利。不過摩西律法係允許百姓借款俾外人嘅時候，可收取合理嘅利息，因為借錢唔係慈善，而係商務交易。兩個唔同嘅要求係要俾我哋知道，神吩咐我哋對主內家人有不同嘅義務。放債嘅希伯來動詞意思係咬一啖，佢字母嘅圖形係咬嗰隻餵養你嘅手。希伯來世界觀認為我哋所擁有嘅一切都係來自於神嘅祝福。神嘅心意係要佢嘅百姓彼此恩待。若呢一個人有餘，自然要借貸俾有缺乏之人。放債嘅圖形係講，當神將錢財賜下嘅時候，我哋卻利用呢一項祝福去向另一個人取利，咁就等於係咬神嘅手。我哋唔可以咁樣做。呢個係舊約嘅要求，或者我哋應該認真對待耶穌關於愛仇敵嘅吩咐。律法允許我哋不必對所有人盡咁樣嘅義務，但係耶穌俾咗我哋一個更進一步嘅挑戰。